我顶礼拜录的，我拢有开去 YouTube， 但是我 link 都无打出来。嘿，你讲大家对100，我说会记啊。20个呀。125页吼。来看呢。可能120个页顶摆咱就读到剩上尾，今仔日爱为上尾一段开始。好 ，OK， 好，咱对这开始。好，就开始读吼。好。好，在咱东洋、日本、中国、菲律宾这三国自是5年前，迄个自是啥物？应该是4-5年前啦。4甲5啦，后壁是5嘛。迄个对，爱斗阵嘿，连做伙自4-5年前，年前有说一个会叫做激动奥林匹克。激动奥林匹克。好，了解。2年教轮伫一个开一摆，2年教轮伫一个开一摆。好，这个了解。通世界万国也有相甲说一个世界奥林匹克的会。看卖。好，哈西，等下，加西每4年开一摆。迄个加西每4年开一摆吼。对，加西是啥物意思？我嘛不晓解释这个咖喱吼。嘿。唔知要讲这个咖喱伫遮是啥物意思？连做伙加西伊讲是大开始。对。盖新时、恐惊时，吼，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可能，呵。所以咱讲加是安怎，就是这个意思。是。头一摆听到这个讲法。这伫生活中敢是有常常咧用的加是。早有啦，即嘛人较袂晓。好，你讲好，你敢会使举一个例，也是啥物加是的？即嘛你所有用华语讲大概的都是加是。拢是安尼加是。我毋知讲即嘛拢受华语影响，大家拢讲大概是，但是较早袂晓讲大概是，大概这物可能是我毋知影。即嘛较早拢讲。较早拢会讲加是。好。加是。你看会当例句，看例句就好啊。敢若毋是。敢若毋是。对，毋是敢若毋是，是敢若毋是哦。毋是。可能毋是哦。比如讲，讲一个讲迄个敢若明仔载落雨，讲敢若毋是哦，可能毋是哦。你分毋对，你听毋对去哦，敢若毋是哦。好，了解。敢有去哦。加啥物？敢有去就是可能有趣嘛，好。某咪人毋知有去迄个开迄个会无？敢有去哦。有去哦。好。是所有你即马华语讲大概的吼，拢会使安尼讲就对了。原来是安尼加。
较早袂讲大概嘛，伊用我即嘛即听到大概，但是较早袂安尼讲啊，拢讲加安怎。好，哦，这个人袂晓，较早即只用的，即嘛就安尼听人讲。啊，这袂歹，爱学起来，跳转来，再来是甲毋是。就另外一种，就真正是敢做吼。哦，是。我敢去，吼。敢去，我毋敢食。这个即嘛人会晓，吼，这拢知影，即嘛人都个知影，因为这华语嘛，佮安尼讲嘛，所以嘛是安尼讲，所以都袂影响着。但是这个意思就即嘛都已经无去，毋是无去啦吼，就侪人袂晓诶。当然你若会晓安尼讲诶人听，有诶人嘛是佮听有，嘛知影哦，但是伊像哇，你有法度讲遮尔自然，系了。遮尔好诶这台语吼，即嘛人较袂晓。好，了解。我讲着我较早吼，较早我韩文来讲开讲，我有录一段落来，我用录音带录一段落来吼。我之前。会记得，敢若是顶两逝，我转去台湾的时候，我甲迄录音带炸安尼时间听，我徛伫车顶，我车顶阁有当放迄种较早录音带，所以我最近就放来听安尼。就是会听到较早我韩文来讲的对话，迄当我还未娶某吼，所以30年前的录音嘛吼。我嘛内底阁有录一段我韩文本爸阮切开讲的录音安尼。但是迄当阵吼，我受到东创的影响，其实我迄当阵我台语，我老全腔我完全无去，受到南部东创的影响安尼。我甲古早的录音听起来呢，真怀念咯。真有意思。就是讲较早我会，譬如讲，我会听阮阿公会讲敢毋是敢有去。因为伊无可能会讲出即个大概吼，大概这到底是毋是华语，我嘛毋知啦吼。大概敢毋是种词啊？我查看觅啊。印象中是有，毋过我是想讲，就算是台语本地就有大概即个词，毋过因为口语内底可能较袂安尼讲。口语讲安怎，袂讲即个大概。受华语的影响，即个词甲华语共款，所以讲就较侪人会讲，较侪人。迄个问句吼，讲敢是吼，敢是汉语相款吼。是。汉语应该是相款。你无分享你的画面？歹势，我一直袂记得分享。敢是？是。敢若是？汉语跟共款，但是无共意思吼。敢若是就拄则讲的。讲即个音嘛是无共，一个是敢是。一个是敢是，一个敢是吼。敢是是敢是，就是讲这是 question， 这是迄个问句啦吼。是问题。问题哈，敢是安尼。是。但是即马受华语影响，嘛，足侪人袂安尼讲，袂晓安尼问。这是一个足口语的讲法嘛，就是敢是安尼吼。但是即马人都袂晓安尼问啊。袂晓用这个敢是足侪人袂晓的，就是尤其是少年囡仔袂晓。是。比如讲 question mark，question， 比如讲，我想看觅，例句安怎讲？你会不会骑车？但是台语袂安尼问啊。你会晓袂安尼问，讲你敢会晓？敢会晓？对，这个就用这个敢字。是，这个就较
这里就该用来做那个 question mark 哈，就是用来问所谓的。就是即摆就是就真侪人会受迄个华语的影响，拢会讲就是无正确会讲妈什么妈什么妈。就是伊就袂晓，因为台语内底迄个 question mark 刻伫即里顶头，就是用即里做 question mark， 对，你敢会晓？你敢是？你敢知？你敢吼？拢是用你敢，嘿，敢有吼，拢用即个敢。啊，阮足自然的，阮自细汉就会晓讲，嘛是安尼拢安尼讲。是咁安尼，对对。但是即摆足侪少年都袂晓讲敢哩，吼。系啊，系是。好，咱搁继续来看。好，继续读吼。好，头一项假是每4年开一摆，今年1924，敢是安尼？1924，意思哈，1924是踮法国的帝都巴黎开，一摆算是第即摆算是第8摆，吼，敢是安尼？第8摆，可是伫顶月4月27日，对咱国内也有经20外人派去赴迄个会，着坐450的船，爱遐尼久，坐450的船，才会到位。了解。亲像安尼，即款的会所开的钱，甲所用的心神，实在是毋是小看。有当时拄好伫迄中间有人受伤，有人性命的，也是无稀罕。了性命敢是死去的意思？了性命真正有发生为着运动去了性命。这么危险。这段你敢来谈一遍？当然，运动是有风险的。是啊，系啊，会受伤。嘿，了解。好，来，这段我来个读一下哈。好。在咱东洋、日本、中国、菲律宾这3国，自4-5年前有设一个会，叫做极东奥林匹克。歹势，极东奥林匹克哈。是奥林匹克。2年照轮，伫一国开一摆。通世界万国也有相甲设一个世界奥林匹克的会，敢是每4年开一摆。今年1924是踮法国的帝都巴黎开，即摆算是第8摆。伫顶月4月27日，对咱国内也有经20外人派去赴即个会，着坐4-50日的船，才会到位。亲像安尼，即款的会所开的钱，甲所用的心神，实在是毋是小看。当时拄好伫迄中间有人受伤，有人了性命的，也是
无稀罕。好，啊对，继续吼，后一段好。老係啊，40日，4050日會準啊，所以講愛坐船愛坐遐尼久吼。咱即嘛吼，我知影，我即嘛咱的即嘛船啊吼，對你若講台灣、日本，走太平洋甲美西吼，加州迄邊，在華含係是，差不多1禮拜就到，7天。1禮拜可能7天，可能無8、9天嘅款啦，10天來應該會到。是，已經近啊，係。係啊，所以是真近啊，迄當船可能較慢一絲啦吼。但是你若照安尼算，你若駛甲，你若船是對日本出發，經過太平洋，啊，經過迄運河來到美東，嘛可能愛15天，可能愛。即嘛嘛是吼，嘛是愛，可能超過15天，可能愛2禮拜。迄當船，迄當船的船，係是哦，愛開。另外一項駛對迄個歐洲，對歐洲，是看嘛，伊就愛南駛對迄個新加坡呀，馬拉加，啊再個應該迄當陣運河若有開，應該對埃及迄邊去就會當到。好，了解。咱繼續讀。繼續好，老實，咁就係老實講嘅意思。老實，即款嘅代誌，互咱嘅人的確是做袂得通到，總是為着安尼鼓舞互世界嘅人，攏總知影運動嘅要緊，攏總對運動有趣味，人攏去做。對安尼通世界嘅人，身體甲精神就漸漸會較臃腫，即個詞，咁就是臃健健康嘅意思。臃腫是臃腫，大概是講臃腫，臃腫吼，臃腫，好，記咧，我愛記起來。臃腫，好，這段你敢要來讀一遍？好，老實，即款嘅代誌，互咱嘅人的確是做袂得通到，總是為着安尼鼓舞，互通世界嘅人攏總知影運動會要緊，攏總對運動有趣味，人攏去做，對安尼通世界嘅人身體甲精神就漸漸會較臃腫。我想到拄則伊講1924年嘅奧林匹克會，應該這20幾個可能是講日本人爾啦，台灣可能無啦。哦，是啊，是，好，好，繼續後一段吼。是。西洋人，你會去考第5條，敢是會變做第3條？所以講，敢會講西洋人，好，西洋人對這款運動的趣味，實在是非常了解。因佇厝內有厝內嘅運動，佇外邊有外面嘅運動，佇山裡有山裡嘅，佇水裡啊，是佇水裡，這個咱平常敢是迄個冠士國讀輕聲會講水裡，也是水裡，好，係啊，冠士。什麼語人是安尼講？
拢惯是读轻声吼，啊，毋过即个书名，即个写的就是写爱变调吼，又毋是讲话思想讲话的迄个关系吼，哎呀是伫水里，伫水里有水里的水里的好，有水里的好，有诶一人做诶，也有侪侪人做伙做诶，嘿，有千了解，有千百款，要连做伙，千百款，敢是安尼讲，千百款，拢会使啦。四个字拢变调好，千百款，了解。简单为着这项运动，因逐年所开的钱，毋知有偌济。好，了解。结果伊敢要来读。好啦，西洋人对这款运动的趣味，实在是非常。因伫厝内有厝内的运动，伫外面有外面的运动，伫山里有山里的，照伊安尼写是爱伫山里山。爱变调。山里有山里的，伫水里有水里的，有诶一人做的，有诶一人做的，也有侪人做伙做的，有千百款，简单为着一项运动，干那为着这项运动，因逐年所开的钱，毋知有偌济。好，继续吼。好，为着家己要运动，免讲爱用钱，就是要看人运动，也毋是随便会使的。了解。听讲伫旧阵年在美国，旧阵年是啥物意思？旧阵年，咱来查看卖啊，我嘛毋知。旧阵年，嘿，头摆听到即个词。旧阵年。原来是即个伊讲是旧年的旧年，旧阵哦，前年有即个意思，旧阵年。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的，我第一道听咧。系啊，我嘛是第一道听。你若用即个？系啊，即摆讲出来应该嘛是无人知影是前年的意思吼。The year before last year。我是以为小可以为对知影意思，但是因为我捌听人安尼讲吼。前年吼。系啊，旧年我所听。所以讲迄个旧年，你敢无听过？我听过的嘛，毋是旧年吼，我听过是猪年。猪年。哦。大阵年。所以阮较早可能是音是迄个，即个阵年的，毋知是噪音还是安怎吼？还是难音去啊？是猪年。拢无吼。大。好。真趣味。我看卖吼。有一顶年咧，你敢有听过顶年即个讲法？顶年就变成是旧年啊，毋是？顶年就是旧年吼。后年。这是 future 吼。是啊。next year。
係啊，伫迄個昨年、舊年、舊春年，敢若伫迄個原冊的迄個日記的解說嘛，是講舊春年，咦？舊春年有迄個，就是舊年的前一年，舊春年，真趣味，啊，這前年，這大前年，這是安怎差佇倒？舊春年，舊春年，嘿，是舊春年。我看我講的會使。哦，嘛有伫迄個日記原來嘛有日記，我嘛敢若講，我看覓日記撒庫年，伊個舊年是撒庫年，啊，若是講是舊年的頭一年，敢若講舊年前一年是奧多多西，嘛是就是 the year before last 2 years ago，嘿，真趣味。你是對倒位出？就是迄個舊春年啊，佇迄個原冊素描日記內底有迄個日記，啊，日記就有迄個日記的解說嘛。啊，若是看字面，就是看字漢字，有迄個漢字昨年，會講是昨年就是舊年，台語舊年 last year 的意思。啊，毋過伊有加一個伊，迄個字，變做。變做啥物？奧多多西。嘿，若是昨年就是撒。有看佇倒位？嘿啊，嘿，就是遐中間正手邊，對嘛？右手邊有咧，有無？舊春年。嘿啊。就是若是看漢字會曉講昨年是舊年的意思，啊，毋過我拄則去 Google Translate 找，才知影迄個加一個伊，迄個漢字就變做奧多多西，啊，就是the year before last year，就毋是意思。啊，這個你講這個加一個撒。係啊，不，嘛，若是正手邊迄若有無？漢字是寫憶昨年，右邊那一行，右邊數內底係第二紙迄個，伊個票，它若是寫奧多多西，有無？我拄則就是去 Google Translate 查迄個查，迄個奧多多西迄個意思，漢字憶昨年。這個是前年，而且大前年的對啦。係，係，就是照迄個。舊春年加舊春年。OK。係真趣味。舊春年加舊春年。係啊，趣味。所以我咧想講較早，阮的講音是，應該是藍音啊，去雜音起來，因為雜無咯吼。我看出台語敢有。舊年吼，舊年。準年。這是 Embry 吼，準年。你看吼。教育部拼音。準年就是我拄則講這，對 Marino。是，所以講準年就是準年變外來的。呢個嘛是會通啊，因為準年迄個 N 是會使連做伙準年。可能是安尼才變成藍音去啊吼，就是係啊，讀藍音去啊，阮就人讀準年啊。我就我毋捌聽過準年，我攏聽。我今仔日才知影，阮是讀藍音去，應該是準年的關準年。
准年的难音去啊。是啊，毋过伫迄个因台音词典有收即个音，应该就是讲真正即个讲法嘛是确实有那个有咧通，真侪人。Marino 收就表示讲迄张都，至少我自细我都拢听到主年。是大拢安尼讲。嘿。讲一辈啦，拢安尼讲啊，主年吼。是，我来记起来。真好，学到一个。因为即马人连即个都不晓讲吼，主年都不晓讲，因为只要是含华语无共的，即马最侪人都拢袂晓讲，袂记安怎讲。是啊，拢敢若。伊是敢若少年的，我发觉有阮即阵的，都包括甚至比我较老一阵的，都无一定会晓，有时都袂记。因为伊若平常时生活中根本就无咧用台语吼，根本就用袂着，都袂记的嘛，故意都袂记啊。无咧用都袂记的。尤其是平常时拢用华语，就变成伊都拢用华语思考嘛，伊都袂记的。前年伊都袂想着讲汉字是纯年嘛，因为知影纯年伊就讲准年。问题是伊袂晓，伊敢若要前年嘛，伊不要准年。系啊，真正是淡薄仔悲哀。对啊。我今日听一句话吼，伫个即个Twitter 吼，比如我即马就含咧看 Facebook 就看时间就少，我拢伫 Twitter 看较济吼。伫 Twitter 我有听一段话，有一个人讲，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吼，伊听 Q 口，佮敢若可能是美国大汉吼。是。伊讲，伊发觉一项代志，就是讲，自从伊开始转台语了后，伊发觉一项代志，讲，伊就会当随时甲伫变换身份的变化，就是讲，伊就会当随时甲家己变成一个 minority group。伫台湾啊，讲足明显的，就是讲，你会当随时甲家己变做一个 minority group 的其中一个。你的身份只要透过你讲转台语，你就变成 minority group 其中一份。伊讲足明显的，伊讲，所以你若要理解讲伫台湾迄种 minority group 所受到各种待遇吼，各种歧视，各种各种欺负你只要讲转台语，你就到。是啊。我感觉是即边讲伫台湾讲做台语就变成 minority group。伊讲你伫美国你无法度靠变换你的皮肤的色来变做 minority group， 但是伫台湾你只要靠讲转台语，你就变做你就会当变做一个 minority group。是，的确是安尼。好，继续来读吼。好，好，即个好，即个听见讲伫旧阵年在美国纽约市了解纽约市世界最出名的群岛加伫遐BN 一晚来看哈，一晚来看的人有10万人。好，这个群岛加咁就是迄个 boxer 群岛。对，你好，华语讲拳击，台语是这个意思吼，群岛。我嘛是拄则讲，我在想。好，咱早一下，我就等下，慢连记要读，咱来早一下。这句话有真侪字，我爱查。群岛是长的音，群岛。无呢，我找无。国家。群岛
滚度，加，是安尼，无即个，无收即个，係啊，我嘛是找無，連找代誌攏找無。我看用英語，軍術，若是用英語百姓去找，敢若找到軍術，即個詞軍術。軍術什麼？對一個術？軍術，迄個術，軍術，還是英調軍術，係術。術。應該是啦，我嘛想袂到其他的。係啊，其他的迄個解說，軍術、軍頭、軍法，哦，嘛有軍法即個。我看下，即個。軍道敢會是日語來嘅？日語個什麼道？什麼道？軍道。因為佫佇迄個台字典有無？佇台字典若是用軍頭一字，後壁加星號加迄個稱符號，嘛是會找到軍術即個詞軍術。軍術，迄個軍術嘛是，若是伊個解說就是軍道術。若是原冊素描伊個迄個日語個飄音，日語卡那，ken do，來講就知 ken do 就知，迄個do就加迄個，ken do 就有迄個吼，有迄個。迄個音有較緊較滾。滾道加吼 ，OK。滾道加。滾道術吼。我來記起來。滾。所以應該是吼。滾道啊，有迄個道道第三聲就是迄個正道，敢是正道？是，迄個意思，就是為日語嘅，伊是佇遮敢若是用日語嘅漢字來，吼。對，但是我認為應該即個道理就是嘛是會當安尼讀。係啊，軍道，係啊，道佇台語內底嘛是道即個音。Excuse me。再收。這裡剛好這個道理啊，無別個音啊。係啊，道係，也是啊。兩人行街死冤家吼，叫做道，相拍的意思。所以這裡無別個音啊。係啊。道 ，OK。軍道，今仔學起來，軍道就是百姓。軍道。趣味，好，轉來這句吼。好，來咱繼續。好，出名的軍道家佇遐迄個比演，我嘛是愛找一個比演。比演敢就是比賽甲表演。對，嘿。等一下，我來記起來。比演這個詞敢有定定咧用？我是唔捌聽人安尼講，但是若安尼講是挺有意思。好。我這隻電腦無都拍迄個，我定下
波波摸。EN，因为什么我找无？係啊，無收。我找無，你找第幾看咪？嘛是無。好啦，就當做是比賽甲表演好啦。而且 PM 迄個集話，咁是就是 gather 的意思。集話。PM 無收吼。是集話，聚集話。PM 就是後邊迄句集話的人，集話來話就是話就是話勁，話棍話棍伊啲話。話棍。所以集話當然就是集合話棍啦，吼。話棍合集合話棍。但是這可能要啥嘛，可能查無啦，吼。集哇！集話有呢，有第二點有收這個數。集是第八寫。集話。集話話棍安尼吼，集合話棍吼。集話那敢若 BN 啊，聽攏知影意思啦，吼。知影意思。你就知影哦，集就是集合啊，話就話棍安尼，比就比賽，演就表演安尼，演出安尼吼。對吼，是。所以攏知影意思，但是書店有收無，我就唔知。了解。好，繼續吼。底下 BN 集話來看的人，集話來看的人有10萬人，吼，就這我想講10萬人是什麼場所在？我到紐約10萬人，要哪10萬人？你起碼Yankee Stadium 講我到10萬人，我就懷疑。係啊，我查一下。係，好。Yankee Stadium。好。唔過這是 boxing 嘅迄個館應該有，敢有家己嘅迄個。你看 Yankee 這麼大，嘛才5萬4千人，10萬人是安怎？我都想無。Yankee 足大個嘛，已經足大，這5萬人咧，你拍，你若講別項比賽，講棒球這麼快，這個場，你棍道在一般咱印象中棍道就一個囝爾，迄個棍道場啊。係啊，伊講係啊，迄若是係啊 ，Madison Square Garden 嘛是2萬，你講2萬人，2萬人爾。係現在講伊這個就是較誇張，要安怎講？係啦，有較含過去，有較含一出來。係啊，較含的。你只講迄個 Yankee Stadium，若是講有5萬人，嘛是迄個數字的一半爾。好，咁樣來繼續。好，繼續。係10萬人，這一定，這一定位哦，這一定位嘅，一定頭等艙啊，係啊，是頭頂嘅，好，這嘅入場了，就是即嘛講入場券啦，吼，入場費啦，嘿。對，入來嘅入場了，係了係了，100塊，好100塊，係對迄個頭手師傅安尼100個謝禮，等陣倒來好啦，入場了100塊，對迄個頭手師傅是啥物？唔知呢。好，來看一下。
我看咩？偷手师傅，偷手师傅，偷手。偷手师傅找无，头手找无呀？我拄则一直咧看后壁，到底咧写啥？嘿嘿，我看有偷，若是有讲偷手，啦，啊，毋过无偷手师傅即个词。头手就是第一熬啦，系第一熬的人，就是第一敢若讲冠军，敢有即个讲法？冠军咯，冠军有啦吼，啊，但是第一熬无一定是冠军啦吼，第一熬是对，我头手师啊吼，伊个头手师啊吼，头手师啊甲师傅佫无共，师啊一般是讲徒弟吼，叫做师啊，好，是，头手交互二手，这是无共，这是第二意思吼。第一个买手吼，就是买家第一个买家交第二个买家吼，叫做头手吼。第三意思是个琴吼，头手师啊，咱来看一下师啊吼，师啊。师地主嘛吼，就是学师啊吼，学做师啊吼，教师啊，所以咱讲师啊，讲的拢是徒弟吼。好。师啊，伫倒位啊？今仔头摆知影有月琴嘛叫做头手。是，我嘛是咧才听着。这足偏门的啦，这是迄专业的人因才会晓。系啊。师啊工，是教师啊，学做师啊，学做师啊。職人の弟子，職人の弟子，叫做師啊。啊，所以讲拄则讲頭手師啊，就是上高的即个師啊，是上高的師啊。第一高的師啊，頭手師啊。啊，即只頭手師傅當然講就是講即師傅足高的吼。對迄個頭手師傅，咱繼續讀來。是對迄個頭手師傅安尼一擺的謝禮，講是60萬塊銀。60萬塊銀。60萬塊銀。塊銀。愛變調是塊銀。這實在是互咱所袂曉想，互咱聽了會着驚。了解意思。60萬塊。所以對迄個頭手師傅，安尼一擺的謝禮，這句你知影意思無？就是講謝禮敢是迄個謝禮嘛？是。伊意思就是講。毋過聽起來應該是迄個比賽的咩啥獎金。對，就是即個意思，就是即只頭手當然頭手師傅就是你拄則講的冠軍啦吼。就是有比賽才有冠軍嘛吼，你若無比賽，就是我講拄則講第一高無一定冠軍嘛，因為你無比賽就敢若第一高嘛吼。啊，對迄個頭手師傅就是拍拳頭的迄師傅啦。是。一般台語講拍拳頭師傅嘛吼。啊，所以起碼即個拳道嘛，伊嘛是甲叫師傅吼，頭手師傅就是拍贏的師傅吼。一擺謝禮就是60萬塊銀，獎金65萬，得冠軍獎金60萬就對啦。係啊，是獎金係是。所以講謝禮嘛有獎金的意思。謝禮一般是無啦，但是就無啦，伊佇遮咧用就是有即個意思啊。
嘿是。你若无咱就查一下写咧。写第七写咧，第二声吼。写字礼数上写咧，就是干那即个意思。啊，但是伊用伫遮那个意思就是讲，照即个照礼貌，你得冠军，我送钱互你，就叫写礼安尼。哦，好，了解。安尼用咱嘛会当理解啦。是。当听有知影意思啦。就咱敢若拄则我头手我是较毋知啦。早看了就知影伊的意思，是讲军斗会得冠军头名头顶的，我就写咧60万安尼。就知影是即个意思啊。对对对。了解。好，来这段我甲读一遍吼。好，请。为着家己要运动，免讲是用钱，免讲爱用钱。就是要看人运动，也毋是随便会使的。听讲伫旧阵年，在美国纽约市世界最出名的军斗家伫遐比演，一晚来看的人有10万人，这一定为入场了。100块，对迄个头手师傅，安尼一摆的写礼，讲是60万块银，这实在是互咱所袂晓想，互咱听了会着惊。是，是啊。好。咱即马迄拍做运动的。因的收入，运动员的收入嘛是足互人个着惊，就是譬如讲拍迄个高尔夫，还是不管是伊个野球还是骹球，因拢不得了。系啊，尤其是台语来讲网球，敢是讲网球嘛是啊，嘛是奖金足悬的啊，射礼足悬的啊，奖金嘛是足悬的啊。系啊，若是要去看迄个入场了，嘛是就对，安尼足贵的就对啦。系啊，拢足贵的。我家己嘛袂毋捌去看现场，啊，毋过就是有听有去过的朋友有讲，系啊，有听因讲迄个钱嘛是系。啊，其实因爱100外200-300块的款。伊即马伫美国来讲。因主要收入佫毋是这，因主要收入佫是做广告拍迄个代言费啦。接迄个广告。对啊，因退什么物件代言，退什么做广告。是。对了。迄咱佫听佫毋知吼。我即马听着因什么年薪偌济，一年薪水偌济吼，拢是讲是这咱知，咱毋知的部分毋知佫偌济。是。50来分，咱佫继续读，应该佫会使佫读一寡。好，佫在有看到前，有看到前，伫咱台湾做总务长官，好，夏川宏先生的册。有写总务长官，敢是总务长官啊？了解，好。有写夏川宏呢？吼，这是应该是日本。川宏，嘿是。川宏是嘛？嘿是。夏川宏，嘿先生的册有写，讲伊伫10年前有查。英国人平均一人平均就是平均吼，平均一人一年简单为着运动，着开20
20块银，也因全国总共着开9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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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9亿1000万银，好了解9亿1000万。咁是这个意思，9亿1000万银，好了解。这是10多年前的代志，现时免讲是国较济，了解9亿1000万银，竟唔是真济嘛？咱台湾总督府了解总督府现时一年的费用是将近1亿银，不是1亿银，银，你读做 GENG 嘅，爱 GIN 银，好，1亿银，对，好，10年前英国一年所用的运动费，互咱现时台湾的官府会通开9年久啦。你看，通惊啊唔通惊，了解意思。好，你干嘛来读一遍？搁再有看到前伫咱台湾做总务长官夏川宏先生有一册有写讲伊伫10年前有查英国人平均一人一年简单为着运动就开20块银，也因全国总共就开9亿1000万银，这是10多年前的代志。现时免讲是搁较济，9亿1000万银，减毋是真济嘛？咱台湾总督府现时一年的费用是将近1亿银。10年前英国一年所用的费用，所用的运动费，互咱现时台湾的官府会通开9年久啦。你看，通惊啊，唔通惊。真正是，好，今仔日咁就读到这。好，咱读到这吼，个来这个来换迄个教会历史吼。来，我先甲停一下，等下我。迄本介困难呢。